早起外送员工会直直欢迎抗议因不买 Uber Eats 按算7月底要搁降外送员的费用，因呼吁政府要要求业者甲工会协商。交通部的官员嘛强调讲，会赶紧找业者甲工会做伙开会。反对片面降薪，立即重启谈判。 抗议会互外送平台降薪，要求是重新谈判。全国各地的外送员工会，伫全国总工会等3大工会的成员，甲立委做伙举行记者会，指控外送平台 Uber Eats 一定7月底前，搁再调降外送员的薪水，互外送员亲像搁要互剥一眼皮，要求政府爱出面督促业者赶紧甲工会协商。主管机关，不管是交通部或是劳动部。 你们要硬起来，来帮助这些外送者。我也告诉 Uber Eats， 如果你不愿意，这些团体绝对会到你总部抗议。下礼拜之后，如果马上就是调降了，所以不能找他们来谈谈，不行，没有时间。 这有什么好演绎的？工会团体呼吁平台唔通轻视外送员的劳动尊严，也化主席的交通部爱赶紧伫7月底前找业者来开会。立委嘛要求参加会议的官员爱互工会承诺，会尽快把那个运价的部分把它定出来。那定出来会送到劳动部，他还要去核算那个报酬嘛。所以我们2个部会尽快来找这个业者再商谈一下。行政院当然目前已经有责成这个交通部，它是自己机关。 来会同我们劳动部跟经济部等等有关部会，大家来共同用跨部会的一个机制来研定一个有规范性的一个行政指引。对这代志，交通部表示会赶紧召开协调会议，劳动部表达会透过跨部会的讨论，希望赶紧建立相关的行政指引，保障外送员的劳权。记者采访报道。